港電台新聞報道。下晝3點半，由張曼燕報道新聞。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天文台話，隨住熱帶氣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帶，外圍下沉氣流會喺週末至下星期一持續為本港帶嚟極端酷熱嘅天氣，部分地區氣溫達37度或以上，預料下週中期高溫天氣持續。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體健康狀況，多補充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戶外劇烈運動。如果出現頭暈、頭痛、氣促同神志不清等症狀，應該立即休息同求助，並盡快求醫。國家15規劃綱要提出加快公共領域電動化同綠色燃料車船應用，加強河湖生態保護治理。喺福建寧德，有純電動船公司提供觀光服務，公司表示電船能夠達至舒適、低碳同生態平衡等效果，目前仍然試行階段，希望未來做到量產。船公司話，以電取代傳統燃料驅動船隻，一年可以減省100噸碳排放，惠及周邊居民同生態環境。該艘電船投入營運超過1年半，冇發生過事故。船上設有應急方案，有2組獨立電池。純電動船隻初期投入成本雖然較高，但係長遠節省到可觀嘅燃油成本。政府就機場同港珠澳大橋及東涌附近進行水上康樂及遊艇港灣發展嘅工程刊憲，預計明年展開，2030年竣工。政府計劃准許機管局喺機場、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同東涌之間嘅海灣、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以東同東涌東進行水上康樂及遊艇港灣發展工程。計劃進行嘅工程包括海床挖泥、建造防波堤、建造舷梯、平台同浮動步道，作為船隻停泊設施。另外，亦會建造繩索滑水塔、浮動步道同埋平台，用作水上樂園設施。當局表示，工程目標係發展多元化休閒同旅遊活動，為本地居民同訪客建設一個以海洋為主嘅時尚生活地標。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晝新界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吹輕微至和緩偏西風。展望未來2-3日持續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溫達37度或以上，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下週中期高溫天氣持續，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而家氣溫33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經濟行情報導。恒生指數報25,639點，升105點，成交金額2336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940點，升39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311點，升200點。部分港股造價：盈富基金26個1毫4升1毫4，南方恒生科技4個7毫6仙6升3仙2，Minimax 330個6升33個4，智普1224蚊升137蚊，建滔積層板38個4升3個半。騰訊控股478個4跌8毫，阿里巴巴123個8跌6毫，恒生中國企業87個8升2毫6，中芯國際67蚊升1個6毫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
港元7.845，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3，人民幣6.747。英鎊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報65,606點，跌76點。港金報40,110蚊，升24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87.51美元，賣出4289.3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人。交通消息直擊報導。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曾大屋對開啦，係有水管急修噶，位置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來回方向，以及係大涌橋路去顯徑方向，近住交界嘅快線分別封閉緊。咁同時啦，車公廟路去馬鞍山方向，近住獅隧公路嘅中線亦都係受阻噶。換句話講，就係曾大屋遊樂場對開嘅十字路口啦，現時有多項嘅封路安排，大家經過呢個十字路口就要加倍小心，留意現場指示啦。咁現時獅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係比較車多，龍尾接近豐盛苑。喺港島方面啊，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廠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啦，龍尾排到中銀大廈，影響到夏慤道左轉紅棉路都比較繁忙㗎，龍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電訊大廈。至於較早前啦，司徒拔道上行去山頂道方向，近住紀元嘅壞車已經係離開咗㗎啦，唯一行車線重開返，呢一段交通回復正常。至於現時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啦，就稍為車多啦，龍尾去到肇輝台。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橋面燈位一段車多。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稍為慢車，龍尾接近管道出口。紅隧嘅九龍入口理工大學對出一段車多。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司徒拔道係堅尼地道去皇后大道東方向啦，龍尾接近合和中心。九龍區方面，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龍尾康莊道橋底；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果欄。彌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窩打老道車多；反方向去梳士巴利道，就近住金巴利道車多。廣東道去天星碼頭方向擠塞㗎，龍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紅磡方向，近住廣東道亦都比較繁忙，龍尾去到連翔道，近住西九龍政府合署。最後係新界區啦，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稍為慢車，龍尾去到屯門河橋面。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大家好，我係捐血隊長，好多病人等緊我嘅幫助，所以無論天氣凍定熱，抑或打風落雨後，都無阻我捐血嘅決心。去外地旅遊前，記得先去捐血。如果旅遊地點有潛在嘅傳染病風險，返香港之後要隔一段時間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個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應用程式預約捐血啦！港台電視31國劇730老家伙，飾演3大主角嘅演員張國立、黃剛、張鐵林，被譽為影視鐵三角，20幾年嚟有成10次熒幕合作機會。佢哋飾演嘅乾隆、紀曉嵐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係3人首度合演時裝劇。國劇730老家伙，逢星期1至5晚上7點半，港台電視31。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會。
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出，港台音樂資料庫珍藏黑膠唱片10大中文金曲珍貴展品，視聽打卡，沉浸體驗。展覽更設留言點唱區，留言直送音樂情人。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長寧翡悅里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會，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滬港交匯。每個人都有關鍵字：黃天怡、身高、老公、IG、方子豪、DJ、RTHK、女兒。阿攝，呢樣嘢我答你唔到。阿攝，有冇其他嘢幫到你呢？阿攝，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講啦。但係而家冇，將來都會有。或者先聽下今日嘅嘉賓有咩關鍵字你要知。3、5成群 Search Engine。3成群 Search Engine。喂，今日我哋呢個嘉賓係好有份量嘅，係，因為佢係有時候嘅 title 㗎。我哋有唐詩詠喺度，阿 Net。Hello，講啲咁嘅嘢，係要嘅尊重你啊嘛。我哋都係講事實啫。其實可以退下㗎啦。我嚟咧 off 機咧，等你兩個即係敘舊咁樣。你唔可以退下。係你知唔知咧？我哋約呢個訪問嘅時候咧，阿攝咧一路都唔出聲，到我哋約好咗之後咧，佢先至咧細細聲講啊，其實我中學嘅時候咧。我嘅 Senga 係啊 ，Senga 係擺個唐詩詠幅相喺度嘅，做封面嘅咁樣。其實嗰陣時咧，琪姐係大我幾歲嘅咋，因為佢好早出道啊嘛。唔使強調呢件嘢，我冇提到任何關於年齡嘅嘢啊。咁我同佢個即係年齡相差就冇阿爹同佢相差咁大咁多，係啦。原來我都想做你個仔嘅，但係唔得，你喺佢心目中原來係女神級㗎啦，好早已經係。多謝，因為4葉草啊。係都仲有啲雜誌封面喺屋企㗎。係咪4葉草啊？問你。再早啲咯，因為嗰陣時。Y2K 啊。係啊 ，Y2K 啊，哇，中粉啊，元祖粉絲，骨灰級啊。係啊，咁我退下啦，交俾你兩個。咁又唔得，因為冇你。阿 Nettie 就拍唔到而家即係喺電視台上映，大家可以重溫嘅一個關於屋邨嘅劇集啦。日落下的彩虹係啊！我啱啱諗翻起，其實我都唔知喎。係因為天怡我先可以拍到呢套劇，唔好咁講啦。阿時候，大家唔好甩高我，又唔使咁尊重我嘅。唔係因為嗰陣時阿導演 Benny 劉偉恒係好似係有一日唔知點解突然間同我講話啊，我想認識下 Letty 個人咁樣。我話我真係識佢喎，咁樣講，我就介紹你哋識啊，好似啲婚姻 agent 咁樣。但係我真係佢自己都唔係好記得，即係咩因由，定係由於睇咗你啲咩作品，定係點樣？總之佢想認識你，又咁啱知我識你咁樣。但係我記得係因為你約我，然後約我去飲咖啡。係啊係。嗱，我平時好少過海嘅，真係因為天意，仲要去到咁遠。油麻地啊，我仲記得係油麻地旺角街頭。好啦，天意，因為好似新年嘅嗰陣時候係。即係鬥封利是啦，諗住係咪？但係可能我有講明係約埋 Benny 嘅。有㗎。如果唔係搞到好似相睇咁啊！但係唔係因為 Benny 咯，因為天意話好啦，我都想同你飲杯咖啡咁，跟住我就去。就係嗰次佢哋就認識咗咯。係。咁我估 Benny 應該不嬲都可能想同佢合作嘅，所以欣賞佢先會想識佢。都係 Y2K 年代開始，即係好似我咁。冇詳細問啦，唔好再問。但係其實咧 Letty 除咗演員之後咧，其實佢而家有一個身份係我哋同行嚟嘅。係啊，做主持。因為佢都係主持嚟㗎。其實我私打圍爐。就算我同我啲朋友，我都冇問過，其實呢單嘢係點樣開始嘅咧？你做主持呢單嘢係？因為我去咗做佢哋嗰個嘉賓，咁然之後佢哋即係過咗一段時間，有一日就話喂，不如我經理就話不如你去做個主持啦咁樣。係，即係正然做私打圍爐嘅主持。係啦，我話平時你同我傾偈，你都知道我都好少講嘢啦，我又好少即係問人問題啦。話你叫我做主持，佢話唔係咧，你真係要試下。即係而家個網，佢話我好少喺個網度有啲乜嘢見到我。
話你試下啦，多一個渠道咁樣。係啊，咁佢話你咪挑戰下自己咯，咁哇呢挑戰到好啦，去到呢年紀都挑戰下自己啦，咁樣咁就去做咗啦。大家都會好記得，真係訪問古天樂嘅嗰一集，調翻轉好似俾古天樂訪問我，想訪問翻點啊？你有咩想問啊？不如問啦咁樣。因為佢哋私底下又係即係好熟絡嘅咁樣，所以古生又會玩翻佢咁樣咯。我覺得佢就將份稿抌咗啊！係有啊，喺鏡頭面前有出現嘅，你有冇啊？係啊，我記得有啊，真係㗎，真係有。係啊，唔做啦，唔做㗎啦，唔好睇啦呢啲。但係因為其實我哋一路以嚟都收到就係我一定要問翻嗰啲問題啊嘛，我就好驚我問錯。即係每一集嘅拍攝可能有工作人員 draft 咗一啲題目俾你，咁你每次就會按照大概嗰個流程問啦。係啦，因為我哋都好尊重啲嘉賓嘅，我哋都好想俾佢知道大概會問啲咩問題，等佢哋有到安全感啦，好放心同我哋做訪問。咁你諗下，即係古老闆嚟，梗係我哋要俾晒佢睇啦，知道問啲咩啦。係咁我就梗係覺得哇，唔可以問其他以外嘅問題。咁但係佢都抌走我之後，我心諗哦咁樣啊，我都唔記得啦。咁我就求其有啲咩想問。就問啦，除咗古生以外，有冇一啲嘉賓出現過係你都係跟唔到個流程嘅咧？或者跟唔到佢嘅節奏咧咁樣？你老公咯。哦，哇！呢啲佢行另一門功夫嘅呢啲，咁又合理喎。佢行啲蝦毛功啊，呢幾難做啊！佢兩個你知唔知道啊？我仲要同佢哋之前食咗個晏先，你知唔知我已經專登係啊，專登約佢哋。好專業啊你！我諗住就係話喂，你記住啊，陣間真係要講啲咩啦，大家真係唔好好似平時傾偈咁樣。點知佢一樣好似平時傾偈咁樣唔答啦，就係又兜一大個圈啦，又問翻你，又問翻我啦，然之後又講啲嘢，唉，好難做，同古老闆一樣，我覺得佢難做過咩咯，古生。但係其實你知唔知你有一個做主持好好嘅條件㗎？我真係覺得冇喎。因為咧 Natalie 好得意㗎，佢去親邊度咧，首先咧有好多 friend 先啦，即係咧基本上咧全部人佢都識嘅，即係幕前幕後都識嘅。係啊，因為佢睇 show 咧，台前幕後佢全部都識嘅，同埋佢又好有禮貌嘅，佢會同人打招呼之嚟咧，會同人哋寒暄傾下偈咁樣嘅。就算唔識嘅，我哋試過去即係可能餐廳食飯咁樣啦，即係個經理都同佢吹水啊嘛。佢都即係好似好熟絡咁樣咧，會願意同佢講嘢咁咯。佢有嗰種親和力啊，我覺得係。嗰種破冰能力係超級高嘅。同埋人脈咯，即係如果譬如你自己開一個節目嘅話，其實你係可以請到勁多人嚟訪問嘅咯。但係咧，有時候太熟嗰啲咧，我就會好唔敢問佢一啲問題咯，因為你已經知道啊。係啊。咁 so far 都其實做咗一段時間㗎咯，即係呢個主持嘅崗位，你覺得有冇做到經理人當初同你所講一個挑戰，或者你真係發掘到原來做主持有好玩嘅地方咧？首先挑唔挑戰到你咧？應該挑戰到。哇，好挑戰啦，但係未成功啦，我覺得。另外就係好玩嘅係，其實上次同古生做嗰個其實係一個。都令到我覺得原來訪問可以係咁樣咯，因為佢又真係幫到好多忙。係啊，佢好肯講好多嘢，然後用咗一個好輕鬆嘅去，因為有時候我會好緊張咧，我會令到佢好似一定要唔知問到啲乜嘢咁樣。但係嗰個訪問其實原來大家最想聽嘅係一啲可能佢好真實嘅一啲嘢咁樣。咁所以佢都開咗我另外一啲位，就係可能我哋未必真係會，因為我哋都想係大家輕輕鬆鬆去睇1個鐘咁樣，笑下就 OK 啦咁樣咯。係啊，咁而家就會有另一啲新嘅方向，未必真係要挖到人哋好深，但係就好想了解佢私底下究竟係有啲乜嘢咯，或者個氣氛係好嘅咁樣，係啦就 OK 啦。但係若然有即係一啲可能有啲監製咁樣，即係一啲電視台嘅監製見到你，你做呢個都幾好喎，舒服喎，或者喜歡幕前嘅你嘅時候，即係揾 Natalie 你真係嘗試去做其他唔同嘅主持，我當飲食節目主持咁樣啦，係啊，又 O 唔 OK 咧？其實人房你話難搞啲啦，因為其他類型嘅可能會好啲咯，係啊，人房就係我會有好多考量，但係自己嘅話可能會好啲嘅，係因為都好似當演員咁做啫嘛。今日我代入呢個咧就係食評家嘅角色，係啊。咁調翻轉咧，如果你係受訪嘉賓，你中唔中意做人房嘅咧？其實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即係做 artist 咧，佢哋做好多訪問噶嘛，你好難每一次咧嗰個訪問你嘅人都真係問到啲哇好新嘅問題啊，好有趣嘅問題，好新嘅角度咁樣。即係中唔中意做受訪者啊？你我其實真係
覺得自己唔係一個好嘅受訪者，因為我唔係一個好容易表達自己嘅人，除非嗰個人我好熟，即係譬如天怡咁樣，我同佢好熟，咁我就會好可以放鬆到。但係如果嗰人好唔熟嘅咧，我其實係好難即係表達到自己咯，係啊，所以即係會答完好似唔知答咗啲冇答過嘢咯，咁啊好似勁啊呢個，好似我勁咯。我就變咗你，其實我真係對翻自己啦，即係原來自己都係咁對人，而家有個人咁樣對翻我，因果突然間有個咁大嘅道理，好禪啊！突然之間呢好啦，咁既然阿叻上嚟，佢又聲稱同我有翻咁上下交情啊，咁佢梗係要交低啲嘢啦，係咪先？我哋有你 search 我唔到嘅，今日咧 Natalie 帶咗即係一個佢好似冇乜人知嘅習慣，要我哋估嘅。3、5成人知，你 search 我唔到。咁請問你嘅 keyword 係毛巾？我諗緊會唔會係同一啲即係喜劇或者戲劇嘅訓練係有關嘅？咁因為之前咧其實都會有上過唔同嘅一啲嘅戲劇堂啦，即係可能係會你對住個毛巾咁樣就喺度做啲 exercise 同埋練習。毛巾是對手，即係冇錯啦！呢條就係潘燦毛巾啊咁樣。我懷疑佢係咪有嗰啲咧？即係有啲人咧對於毛巾嘅要求係非常高噶。係。佢可能係你一甩毛咧就換㗎啦咁啊嘛。唔係啊，即係每日都要換毛巾嗰啲人啊。哦，換新嘅一定係要洗㗎嘛。即係洗得勁。但係個 keyword 其實我而家俾毛巾，其實正式係應該3個字。係乜嘢咧？我以為嗰個第3個字你哋要估嘅添，你可唔可以估埋第3個字點估啊？毛巾仔，前定後？後毛巾仔，似唔似你老公啊？佢呢啲受訪嘅嗰啲表情啊嗰啲，我老公係唔會誤會咗個遊戲。但我講咗出嚟，你哋會好容易估到我個習慣嘅，其實又未必嘅。真係 OK，毛巾皮，毛巾皮。哦。嗰啲由細到大有張毛巾被跟住嗰啲係嘛？你覺得係呢一個嘅？佢話實估到應該係呢啲正路啲嘅咯。即係我諗跟住另一個正路嘅就係咧，即係佢可能會出埠去拍嘢嘅時候咧，佢都一定要帶屋企嗰張毛巾被去酒店旅行又好，拍嘢又好，點都一離開香港都要帶嘅。我估多個偏啲嘅，係佢瞓覺係咬住嗰啲毛巾被，即係好似芯片咁冚住咁啊嘛。嗰啲 baby 啊 baby neck 咁樣咬住瞓嘅咁啊。OK，有冇人近咧？天怡好近嘅，其實係我瞓覺嘅時候，我會要捽嗰個毛巾嘅角落。即係喺度掠住咁，一路掠一路掠住。咁所以我細個係有一張毛巾被咧，我係一路陪住我瞓覺嘅。咁但係我記得我細個時候，我唔記得係中一定係小學，唔知小一定咩？嗰時候咧係咪好興會生嗰啲頭生？係啦，我記得好細個嘅時候，係啦。咁我記得印象中就係我唔知係俾人惹到定咩咧，我生咗啦就唔可以翻學。咁我爸爸就好嬲，咁佢咧就剪晒我啲頭髮，即係剪短晒我啲頭髮。佢然之後咧就抌咗我嗰張毛巾被，即係佢驚污糟有。佢覺得係好濕係好污，咁我就喊咗好耐。咁由嗰一刻開始咧，嗰張毛巾被咧就消失咗喺我個人生入邊啦。咁然後我記得係2年前我去日本旅行嘅時候，去行嗰啲百貨公司啦。我竟然見到佢有毛巾被賣喎，我喺香港從來都冇見到喎，唔知點解。冇遇過，係唯獨是嗰一日我見到佢嘅時候，咁我就放棄咗喺日本買任何嘅衫，我就買咗嗰張毛巾被，塞爆咗我半個篋，然之後就帶咗翻香港咯。而家我就有翻呢一張被啦。然後你而家瞓覺仲會唔會掠佢？冇啦。佢純粹一個好似精神嘅存在咁樣，而家就係。係啊，但係我而家即係我隻貓都係會攣我嗰張被瞓。夠暖啊嘛，因為好舒服啊，可能。啲貓有陣時中意啲好柔軟嘅喺度踩咁樣。係啊，但係即係我而家唔使捽住瞓嘅，但係我都會都想捽下佢咁樣。咁你嗰陣時唔係好嬲你老豆咯？好嬲喎，同埋我覺得唔翻學咪唔翻學咯，做咩事啫？同埋你都唔想嘅，唔係同人唔翻學啫嘛，好大件事咁樣。但係你阿爸係咪對你好嚴謹嘅？由細到大都係。都係㗎，我媽咪都係㗎，因為我記得我哋嗰啲畢業嘅時候會有個去 camp 嘅時候，我媽咪都唔俾我去㗎。即唔可以過夜咯。係啦，唔可以過夜咯。危險啊，曳啊！咁可唔可以出夜街啊？嗰陣時
我出咗去都唔知啦，佢唔喺屋企，但我又冇嘅，因為我好細膽嘅，係好細膽嘅，所以我都冇。當初你要入呢一行嘅時候，佢哋有冇好反對或者覺得我個女要做幕前咩？我細個媽咪係帶我去參加港姐，唔係參加嗰時候係乜嘢咧？係咪閃電傳真機？係啦，類似嗰啲。去清水灣片場，我第一次好細個去，但係咧佢諗住帶我入去面試啦，點知我行到佢就哇見到好多燈啦，好多機嗰啲，我好驚，跟住我喊到，跟住我媽咪就好啦，算啦，走啦，所以我係冇參加到個面試，我就係去到個現場咯。即係第一次即係入大台。就係係啊！清水灣片場嘅時候，你都係似會驚青嗰啲小女生咁樣咯。我驚青。咁所以其實即係你做幕前嘅時候要攞出嚟嘅嗰個勇氣，其實係咯，你入行嗰陣時，因為入行嘅時候已經拍咗 Y2K， 又拍咗四葉草，咁啊冇咁驚青。但係嗰陣時候係因為做 model 嘅時候覺得model 好似賺唔到錢啦，咁就咁啱拍完四葉草，佢哋就問我有冇興趣入大台啦咁。咁我就覺得呢度冇錢賺喎，呢度可能有喎，咁我就好啦咁，但係我又冇問佢其實每個月幾多錢？點知簽嘅時候發現3000蚊咁樣，哇仲少我拍做 model 仲少我影相，咁我想問算啦，咁可能而家3000蚊啫，可能係咪越做得多就紅咗嘅時候係啦。出咗名嘅，或者好似我做 model 咁樣，唔同嘅 job 都會有錢咧，咁係啊，咁都入咗去。後來幾耐先發現會可以爆數咧？原來要好耐先爆數。即係你純粹係一個好理性嘅角度入行嗰度，就係財務原因咯。係咯，我想純粹係揾多啲錢咯。係啊，冇嗰時候唔係嗰種演藝嘅熱誠嘅一開始嘅時候。唔係，即係會覺得自己好似都 OK 喎，拍四葉草嘅時候都好似駕馭到嗰個角色。咁而家講駕馭啫，嗰陣時候就覺得好似做到啲嘢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未有對演戲有一種熱誠，係去到鐵馬尋橋拍完之後先至會覺得咁耐啊要。係啊，我先會。有一場戲係因為有一場戲令到我中意咗中意咗做戲咯。我哋一陣問下究竟邊一場戲對唐詩詠係有咁大嘅影響力？唔通就係馬國明嘅瓜招咁樣？由當初只係為咗揾錢，到後來佢嘅演藝心要爆發啦！讓我這句話敲響酒杯宣告，我很感激可跟你上路，動態裏片段你都同步，難走的路讓我更自豪。你和我們有磨練練習突破，這是你們已看到那樣的我，像是極速經過，談未來極遠，這秒想近望，過得急促也不輕鬆，但過得很精彩而可，連忘失的歌，唱出的歌也很多得你附和。誰問結果？Viva la vida，慶祝一生必須在你與我在這一刻。Viva la vida，假使將天光夢要更加深刻。走在今晚，活在今晚，誰要繼續等？夜幕多晚，亦別感嘆。用氣痛快玩 Yeah, we live life, live for tonight. Celebrate every day, reaching new heights. See my name shining in lights. 在 best 關到 mid and 更大 is the fight. 劇烈地過，浪漫地過，劇烈或浪漫亦為現在過。又背背對起聽朝的關口，醒了再衝破。Viva la vida，慶祝一生必須在你與我在這一刻。Viva la vida，假使將天光夢要更加深刻，來趁着有呼吸，投入完未存在明日，最後被記得，才永不消失。太多花火，哪有為可做最快知不走那科？你此生很多，也不囉嗦，每一天插滿電荷。Viva
Samantha 嘅 Lavita。新聞解放翻嚟之後，繼續會有唐詩詠喺度。香港電台新聞報導。下晝4點，由張曼燕報道新聞。政府將會動員公務員喺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進行啟用前嘅演練。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將會喺下星期四進行大約1000人嘅交通運作測試，之後會有5000人至2萬人不等嘅演練。佢話皇崗口岸最高峰係1小時有大約7700人通關，演練將喺1小時內有大約2萬人。如果能夠應付，相信喺實際運作上會暢順。另外，鄧炳強回應有關香港記者協會聽日將舉行換屆選舉嘅提問時話，記協冇認受性或公信力。據報今次參選人係外媒、自由媒體、網媒，並冇香港主流傳媒人士，質疑佢嘅認受性。佢強調，如果有團體濫用職工會名稱，從事同職工會無關嘅行為，一定會依法調查同追究。又警告，如果有人利用任何名稱或幌子從事危害國家安全、勾結外部勢力或顛覆國家政權，需要後果自負。香港按揭證券公司全資擁有嘅香港年金公司宣布，透過同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嘅策略性合作夥伴關係，授權中銀人壽嘅指定持牌保險中介人，可向其客戶介紹香港年金計劃，並轉介合資格客戶俾香港年金公司跟進。香港年金公司執行董事兼總裁梁凌志話，香港年金公司一直致力促進本地年金市場發展，透過今次同中銀人壽嘅合作夥伴關係，讓更多持牌保險中介人協助公眾加深了解香港年金計劃喺退休理財規劃中扮演嘅重要角色。年金公司期望同更多機構合作，協助公眾實現長遠而可持續嘅退休生活目標。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表示，本港司法機構正設立香港國際商事法庭，作為高等法院轄下嘅專責法庭，負責審理複雜同涉案金額龐大嘅國際同跨境商事糾紛。未來將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同總部設於香港嘅國際調解院合作，為企業提供多元全面嘅爭議解決途徑。張國軍喺亞太法律協會一個論壇致辭話，律政司致力組織企業前往內地同其他地區嘅商務考察交流活動，直接對接香港具備專業優勢同尋求拓展全球業務嘅法律同埋其他專業人士，不單止係建立人際網絡嘅機會，更係滿足具體業務需求嘅對接平台。行政長官李家超喺禮賓府同東盟秘書長高金洪會面，就深化香港同東盟成員國嘅合作交流意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亦有出席。李家超表示，香港係一帶一路嘅功能平台，喺一國兩制下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會積極擔當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嘅角色，
發揮引進來走出去嘅作用，為東盟企業提供優質嘅營商環境同多元專業服務。特區政府通過內地企業出海專班，支持內地企業拓展包括東盟在內嘅市場，促進區內貿易同投資雙向流動。舊年喺馬來西亞吉隆坡設立經貿辦，進一步促進香港同東盟地區嘅經貿往來同埋合作。天氣方面，強颱風白海豚嘅外圍下沉氣流正逐漸影響中國東南沿岸，該區天氣普遍晴朗，而高溫觸發嘅驟雨亦影響廣東內陸。另外，位於海南島附近嘅低壓區正為該區帶嚟不穩定天氣。正午12點，白海豚集結喺沖繩島東北偏北，大約11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5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移入東海。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晝新界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吹輕微至和緩嘅偏西風。展望未來2-3日持續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溫達到37度或以上，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下週中期高溫天氣持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而家氣溫係33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經濟行情報導。恒生指數報25,666點，升136點，成交金額2,525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940點，升39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311點，升200點。部分港股造價：盈富基金26個1毫6，升1毫6。南方恒生科技4個7毫6仙6，升3仙2。Minimax 係327個2，升30蚊。智普1245蚊，升158蚊。建滔積層板38個4，升3個半。騰訊控股479個4，升2毫。阿里巴巴123個7，跌7毫。恒生中國企業87蚊8毫2，升2毫8。中芯國際66個8毫半，升個半。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5，英鎊10.52，瑞士法郎9.669，歐元5.522，加元5.594，新西蘭元4.607，歐元係9.039。每百日元對港元4.95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013。日經平均指數報65,606點，跌76點。港金報40,110蚊，升24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94.24美元，賣出4,294.8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交通消息直擊報導。Kelvin 首先同你跟進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廠街嘅交通意外仲係處理緊，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去中銀大廈。夏慤道左轉紅棉路，龍尾就喺演藝學院。喺九龍方面，塘尾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亞皆老街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拔街。喺曾大屋對開嘅水管急修啦，仍然係處理緊㗎。咁位置就係曾大屋遊樂場對出嘅十字路口，現時多段部分行車線封閉，咁就包括獅子山隧道公路來回方向、大涌橋路去顯徑方向，同埋車公廟路去馬鞍山方向。駕駛人士啦，經過記得留意現場指示啦。咁現時啦，一帶稍為車多。喺沙田嶺隧道係有緊急維修㗎，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內快線係封閉咗，經過都要加倍小心啊！
其他隧道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車龍斷斷續續排到馬會大樓。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就管道出口，紅隧嘅九龍入口理工大學對出一段車多。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干諾道中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廣場慢車；堅尼地道去皇后大道東方向，龍尾鄧鏡波書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龍尾就肇輝台；山頂道上行啦，近住山頂警署比較繁忙㗎，龍尾去到馬己仙峽道交界。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康莊道橋底；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果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碼頭方向，龍尾永安廣場；廣東道去天星碼頭，龍尾就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紅磡方向，近住童軍中心車多，龍尾喺連翔道，近住民安隊總部；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